双对对是要倒位去？姑娘对我笑眯眯，敢是真正对我有情意？不知怎样来对伊表示爱慕的心意，快乐过新年。哥哥，你要去倒位？咱爸爸要带阮去佚佗呢。我嘛要来去。要甲啥人去？也都。啊，我知影，要甲对面迄个素兰小姐，好，我来去甲伊叫。等下。正月初一闹热无地比，人冷人屎，炮声响连天。妹妹赶紧去佚佗，希望哥哥带咱海静好。叮叮当当的鼓声。